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7月17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指挥，还有胡一金老师。今天 A 股指数再度上演狂飙行情，沪指站上了3500点整数关口。今天沪市走势可以让人再一次感受到什么叫牛市慢牛。截至收盘，上证指数稳稳站在3516点，涨了 0.37%， 深成指涨了 1.43%， 创业板指数涨了 1.75%。最主要是两市成交额超过了 1.5万亿，量价配合也显得比较健康。从这个形态上看，像是牛市，配合得非常好。市场情绪从谨慎犹豫已经向做多在过渡。今天是3500只个股上涨，1600多只股票收跌，涨多跌少。但是要说赚钱那也很难，因为虽然有3500只个股飘红，但是中位数涨幅只有 0.4%， 也就是金融消费者会发现自己的账户并没有多少，略有盈余，所以最终还是出现一个叫指数强，个股分化严重。主要原因大家都知道，还是这个龙头股的抱团效应。成交量前20的个股中，除了个别的新股之外，其余都是权重板块。这些标的凭借着体量优势强势拉动指数，消耗资金比较多，也就是资金都往这些股票集中，使得其他的个股很难普涨格局，也只能是略反弹一下。正所谓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，这样操纵的牛市，所谓牛市也走不远。新浪证券报道说，花旗称沪深300指数年底目标4200点，明年年中目标达4350点。花旗上调中国股市评级至增持。最近2个交易日，随着市场结构走向优化，股票市场的赚钱效应明显好转。今天外围一时传来重磅，也就是花旗将中国和韩国股市评级上调至增持，将印度股市评级从增持下调至中性。近期外资持续看好中国资产，景顺全球主权资产管理研究最新发布显示，国际投资机构对中国市场的兴趣明显回升。该调查涵盖83家主权财富基金和58家央行，这些机构总共管理27万亿美元的资产。中信建投策略夏凡杰表示，当前 A 股已经站上了新台阶，重申今年赛道投资正在复兴，新基制药为代表的新兴赛道将是今年投资胜负手，也就是机构中洋溢着做多的这种热情。这花旗把中国的股票由中性上调到增持，由于现在沪市已经在3300点以上稳住了，目前看似乎在走一个慢牛，没有什么暴跌的担忧。所以说金融消费者现在胆子也大了，赌徒遍地。大家可以看很多垃圾股现在又开始炒作，比如说退市高危股新 SD 管道，这马上就退市了，它居然6天拉了5个涨停，而且是30厘米的涨停，居然股价从2块4涨到了9块4，翻了好几倍。这就是看谁胆大，玩的就是击鼓传花，就是个游戏。这个新 SD 管道还是因为财务造假败露，肯定是要退市的。北交所一再风险警告，停牌，而且还对参与炒作的几个大户账户采取了措施，但是依然挡不住市场疯狂的炒作。这个 A 股永远不缺这样的魔幻的现实，也就是摆明了这股票退市了，依然有人来接最后一棒。一旦他被套住，他马上也在那儿维权，哭死哭活的。到底是什么人在炒这只股票？实际上不管他怎么炒，他都是为了吸引散户跟风。每天涨停，外围有人放风释放各种消息，总有那些散户赌徒会冲进去。再加上这个股票涨跌幅限制是 30%， 所以特别刺激，适合赌徒进去玩的就是心跳。就很多所谓的金融消费者，他本质上就是赌徒，是坟头蹦迪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会是接最后一棒的，都觉得自己可能会在音乐停止之前逃顶，赚一个盆满钵满。这是炒垃圾股。大家再看一看，炒新股又回来了。今天这个新股叫华电新能，
也是遭到爆炒，炒新股、炒垃圾股。为什么爆炒之风现在又回来了？其实就跟前不久，应该跟去年年底监管部门取消那叫融券做空导致的。我记得监管就是暂停融券做空，采取这个措施的时候，我就说过，当时融券做空目的就是防止新股遭到爆炒，防止这些垃圾股遭到爆炒，也就是你可以无厘头的拉这些新股和垃圾股，那别人就可以融券来做空，这样它就达到一种平衡。但是去年因为股市一直低迷，这些金融消费者这些赌徒，他们早就想把悬在头上达摩克里斯之剑，也就是妨碍他们炒作爆炒的措施也把它搬掉，所以他们哭死哭活的要求把股市不涨，责任都归在融券做空上面。所以说融券做空就被当做一个阻碍股市上涨的一个绊脚石，给它搬掉了，暂停了。所以结局就是新股、垃圾股遭到爆炒，因为它没有对手盘。这个我在去年就说过了，融券做空一旦暂停，那垃圾股、新股遭到爆炒那是必然。这些赌徒，我们再看《华夏时报》报道说 ，A 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潮涌，产业整合为主流，拟 IPO 企业成重要标的。说今年以来，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态势，成为企业调整发展布局、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路径。万德数据显示，截至7月16日收盘，以首次披露日为统计口径 ，A 股市场共披露107起重大资产重组。一系列密集的资本运作背后，折射出企业在新的市场环境下主动求变的积极姿态。从并购方向来看，产业整合成为主流趋势，多家企业通过收购关联资产深化主业布局，有的聚焦核心技术领域，将产业链关键环节纳入体系以强化竞争优势；有的则通过增持优质股权资产，进一步提升在细分市场话语权与盈利能力，推动业务结构向更高效、更集中的方向转型。值得关注的是，一批曾冲击 IPO 未果的企业也成为并购市场活跃标的。上市公司通过现金收购等方式将其吸收，既为这些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，也为自身拓展业务边界与成长空间。华夏时报报道非常长，咱们简单介绍了一下。实际上，这个简短的报道就已经看出资本市场的乱象。一批冲击 IPO 未果的企业成为并购市场的活跃标的，什么意思？这些企业他自己去 IPO， 有种种原因没有通过，就大家自己想象什么原因没通过啊？都是害怕暴露。那现在不是 IPO 严了吗？你递交资料即担责。你再联想到这个发审委一抽到哪个企业现场检查，那企业马上自己自动的就收回 IPO 材料，它不上市了。大家也知道，一个企业要 IPO 要花好几年时间，往来花大量的成本，这个成本可以说是企业难以承受之重，所以就逼着这些 IPO 企业它必须要上市成功。它只要一上市成功，就相当于这个就上岸了，拿到这些金融消费者的钱，花的再多的成本都是值得的。所以一般的情况下，他不会轻易的终止 IPO。那为什么终止？那就是因为他自己心里有数，他这个报表都是假的，要不他害怕现场检查干什么？往往就这些冲击 IPO 未果的企业，现在变成别的上市公司并购的一个标的。换种说法，咱们通俗一点，就是交易所那边、证监会那边认为这些企业是垃圾，上不了市，你达不到这个标准，你靠粉饰报表，靠做假账，你想蒙混过关。结果现在在这个高压之下，自己主动的退却了，结果这些资产变成上市公司并购的优质资产。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并购或者拿现金并购，这个有很多情况它不需要证监会和这个交易所同意的，或者证监会、交易所他们没有 IPO 那么严，尤其是不发新股的，那跟交易所就没关系，你自己拿钱买人家企业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它就是发新股并购，因为它不是 IPO， 所以说被现场检查的可能性以及审核的这种要求都低得多。我说这么多什么意思？就这些垃圾资产，自己冲 IPO 过不去，现在
包装一下，由这些上市公司收购，还是变成上市公司的股票，还是由这些金融消费者来接盘，绕道借道什么并购重组。所以说这些垃圾企业、垃圾资产，让金融消费者那是防不胜防。你以为你能躲得了这一刀？这个中国的企业为什么这么热衷 IPO 呢？让这个上市公司并购重组，这也是另一种 IPO， 这叫曲线救国。为什么这些企业这么热衷 IPO？ 我们看一看这个吴小球他是怎么说的，大家看视频。除了中国以外，还有哪个国家会排队上市？排个700家、800家？为什么他要排队？因为他有超额利润，超额的制度性利润就是减持。他那些排队上市的企业，我不敢说100%，我敢说至少有一半，他不是为了把企业做大做强，他不是说我为投资者创造利润，为他自己财富的成长、暴涨、暴富去寻找一种机制。上市就是一种重要的机制，它的市盈率总会有20倍吧，这20倍算合理的了，也就是你的财产以20倍的速度在增长。所以他就发现了这里面是一个比自己办企业来得快。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要防止这些为了上市个人暴富，我要在规则上要约束他。所以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减持规则的改革，这是非常正确的。实际上就是玩个资本游戏，这里面利润太大了，相应的犯罪成本比较低。我先去 IPO 冲关、闯关看一看，怎么就那么倒霉啊？万一没有现场检查，万一冲过去了，如果真的被抽中现场检查，那咱马上就放弃，马上就寻求什么并购重组，把它再包装一下，卖给哪家上市公司，换那家上市公司的股票。再过个半年，那股票不就可以抛售吗？到时候再讲个故事，禁售期一过，由金融消费者来接盘，到时候再讲一个什么人工智能、具身机器人、算法、算力股，总之什么热讲个什么故事。我们再看看胡锡进老师，昨天四川雅安方面对环亚天田这个天价耳环进行了通报。总之大家虚惊一场，都是一些小错。你们看到的那些耳环、别墅，那都是假的，大家散了吧，就这意思。那胡锡进老师对此做评论，胡锡进老师说，他说环亚天田和他的父亲没什么事，希望环亚天田很快能在娱乐节目中重新出现，恢复他的正常生活和学业。尽管环亚天田那个假手势引来很多人不舒服的感受，被疑炫富有他自己的责任，但是他后来被舆论整成那样，卷入如此汹涌的社会情绪漩涡，他的父母被朝着最坏的方向质疑想象，整个家庭都付出了代价，肯定是小姑娘没想到的，而且应当说这是我们舆论场做得太过分了，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环亚天田和家人做有罪推定，提前口诛笔伐。法律正义的原则是无罪推定，疑罪从无。舆论场经常反过来，无罪被当成疑罪，疑罪被当成真罪。有些人值得反思，当舆论场上针对某个人形成疑罪时，自己是否都成了喊打喊杀者？是否权威信息做出澄清时，自己依然不依不饶？这胡锡进老师最后呼吁，他说：“我觉得还是判人点好吧，多一份宽容之心。”环亚天田和家人得到了喜庆，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他高兴，让这件事在小姑娘未来生活中真正画上句号。接下来不再对她有任何负面影响，祝愿小姑娘的青春岁月充满阳光。你看胡锡进老师这个可以说和稀泥雕盘，那是恰到好处。在雅安方面是不是出了2个通报？前面出过1个通报，大家都不认可。胡锡进老师我记得他也是呼吁部门更高级别的调查组来调查。现在调查出了个通报，先不说这个通报是什么情况，这胡锡进老师马上就出来说，舆论环亚天田和他家人做有罪推定。这胡锡进老师可能忘了，网友对这个为什么意见非常大。胡锡进老师就在里面这个颠倒黑白，干扰视线。网友对环亚天田意见大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爸爸曾经是公务员，而且疑似跟什么地震捐款什么之类都有关系。
网友愤怒的是权钱交易，是他的巨额财产来历不明，对吧？你说他父亲只是雅安地方一个小官员、小官僚，他在那炫200多万的这个天价耳环，舆论不得不怀疑是不是权钱交易。胡锡进老师埋怨网友做有罪推定，即便网友有罪推定，那也是针对他的家庭背景。如果他家庭背景，他的父母就是个普通人，是个牛马或者是小商人，不会有人去怀疑他。在网上炫富的人多了，这个社交媒体上不炫富还过得下去吗？这个抖音上有多少炫富的，哪个网友关注了？所以说这个胡锡进纯粹就是在这干扰，就是颠倒黑白，混淆视线。网友所记恨的，所这个生气的，不过是涉嫌权钱交易而已。我记得我在以前节目里面我说过，对黄洋天田这样的人进行质疑没毛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谁让你爸是公务员，你只要当了公务员，你就得接受质疑。辩种说法就是接受监督。你要不愿意被监督，那你就别做公务员了，没关系。你做个普通人，你做个商人，你没有义务接受别人监督，我只接受法律的监督。但是你是公务员，那就没办法。公务员本来你的收入就要透明，你的财产要申报，你有巨额的，又是3亿元的这个别墅，又是天价耳环，你让网友怎么看？所以你看这胡锡进坏不坏？胡锡进这种评论、这种说法，恰恰说明我们的监督不到位，对这些公务员没有监督，对这些公务员收入不透明，所以网友才感兴趣。这个时候，某种程度上，网暴替代了监督。正因为你监督缺失，所以它才会形成网暴。如果你媒体的监督随时随地的，一旦形成这么个效应，那网友对这个事情根本就不会关心，就不会感兴趣。所以胡锡进老师这种说法恰恰说明咱们缺少有效的监督。就是胡锡进老师，如果说你真的希望不要做有罪推定，什么无罪推定，疑罪从无，说舆论场经常反过来，无罪被当成疑罪，疑罪被当成真罪，你还要求网友反思，但舆论场针对某个人形成疑罪时，自己是否都成了喊打喊杀者？胡锡进老师，如其让网友反思，你不如让某些人反思，为什么没有监督？所谓的这个什么有罪推定，你看针对谁？针对韭菜，针对无权无势的，那你有罪推定这不合适。但是你针对一个掌握着一定权力的，但是又没有监督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的时候，那么有罪推定那就变成一个必然。我不知道胡锡进老师他要装什么糊涂。也有很多网友不支持这个说法，认为公务员也是人，我是反对的。只要你是公务员，那你必然要丧失一部分权利，你就得接受监督。你哪怕你只干了2年、3年、5年的公务员，那你这公务员期间，你这些都要接受监督，都要透明。如果你要觉得这样不好，那你就别去做公务员了，没人求着你去做，你是自己打破脑袋要去考的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